好啦，之後第27題啦，咁佢就話咧有一個 X 先啦就加大率嘅 sulfuric acid 變咗 Y，咁我哋不如諗一諗先，呢個係一個 ester 嚟嘅 COO，你加 X 落去咧就變咗 Y，其實 Y 咧我應該知係咩樣噶啦，咁我就係呢度斬開咗，咁斬開就係變咗做 C double bond OOH 先啦，之後就1、2咁樣。and then 咧就呢度駁多個 OH， 嗱唔靚唔緊要啦，但係起碼你大概知咩樣先。數下 atom 先，1、2、3、4、5個 carbon 嘅，1、2、3、4、5個 carbon， 你啱晒 OK。好啦，咁當然唔靚就唔理佢住先啦。跟住就話再變個 polymerization 變 Z， 咁擺明就係呢一個 Y 會同下一個 Y 又唔夠位添。呢一個係 Y 縮細啲啊，就同另一個係 Y 去做 reaction。咁點 re 咧？就係呢度啦。呢個 OH 同 H 得個水 ，OK 變做個 polymer。咁呢就叫做 condensation 嘅 polymerization。所以答案就會係1先啦。第一個 step 你係加酸去斬爛佢，叫做 hydrolysis。然之後再 condensation，即係 C for cat，C for cat。